大家好，我哋係2024-2025年伊利沙伯醫院同埋仁濟醫院嘅 ENC 同學。呢個 PowerPoint 咧，主要係介紹一個用嚟評估病人喺咩情況下需要約束嘅一個評分工具。首先講一講咩係 physical restraint。Physical restraint 係一樣唔容易俾病人拆到，用嚟限制病人活動嘅工具，從而保障到病人同埋醫護人員安全嘅目的。通常我哋會用喺一啲 confusion、有 cognitive problem 或者係有 behavioral problem 嘅病人，或者佢有 life-threatening 嘅情況下，我都會考慮試用。當然有啲原則我哋都係要遵守嘅，包括約束係如非必要，最後先用嘅手段。約束嘅時間應該盡量減到最低，過程中都要有恆常嘅檢查。以下係我哋急症室常用嘅 restraint 工具，例如有安全背心、綁手帶，或者俗稱波板糖嘅 mitten。我哋用 physical restraint 嘅時候要留意一啲 complication， 包括窒息嘅風險。有見及此，我哋都建議盡快使用 chemical restraint， 短時間令病人冷靜落嚟，就可以減少用 physical restraint 嘅同時，亦都可以幫助我哋有效咁樣做一啲 medical procedure。我哋發現用 physical restraint 嘅情況比以往多咗，而 physical restraint 可以導致唔同嘅 complication。加上用 physical restraint 嘅時候，原則應該係用最少嘅約束，同埋約束嘅時間越嚟越少。咁上一版有提到 chemical restraint 可以減少用 physical restraint， 咁又有冇一個 assessment tool 可以評估病人需唔需要 physical restraint 呢？又有冇指引去使用 chemical restraint 呢？咁就係而家我哋介紹 BARS 呢一個 assessment tool 啊。為咗令大家有一個清晰嘅指引去評估病人咩情況需要用 physical restraint， 我哋有一個 assessment tool 想介紹俾大家，叫做 The Behavioral Activity Rating Scale， 簡稱 BARS。呢個 scale 係俾大家用嚟 assess patient 嘅 agitation level， 從而決定要唔要 restraint。我哋嘅 project 主要針對以下6個 group 嘅病人。一啲有 violence 嘅病人啦 ，agitation、confusion 同 substance-related 嘅 behaviour、self-harm 嘅病人，同埋一啲唔合作嘅病人。我哋設計咗張 BARS 嘅 assessment form， 當中有列到 BARS 其實分咗7個 category， 代表住病人當時嘅 behavioral activity， 1分係最細，7分係最大。每個分數都有相應嘅 suggest intervention。如果係1分嘅話，病人唔醒，係需要即時評估，例如睇下需唔需要進行 resuscitation。而2分到4分嘅話，即係病人係一個唔清醒嘅狀態，或者係冷靜嘅情況，咁就冇用藥物或者 restraint 嘅需要。而當去到5分至7分，病人係處於亢奮甚至暴力嘅情況，咁就需要 non-pharmacological 同 pharmacological 嘅 treatment。喺 non-pharmacological 方面，可以試下環境上嘅改變，例如減低或者移除一啲會刺激病人嘅人或者事物，或者可以用一啲相對溫和同埋友善嘅語氣同病人溝通，避免再刺激佢嘅情緒。同時可以揾一啲方法令佢哋分心，例如食嘢飲水咁樣。至於藥物方面，我哋可以嘗試建議醫生開啲鎮靜嘅藥物，例如我哋常用嘅 Ativan。咁以下落嚟會講實際我哋會點樣做。首先，當分流站嘅同事 take case 嘅時候，見到病人如果嚟睇晒 mental 或者 behavioral problem 嘅時候，就喺分流站填一份 rating scale， 放喺病人嘅 file 入邊。如果分數係5至7分，就喺 intervention 寫 S， 即係 suggest chemical restraint， 然後同 MO 或者 mental 嘅同事交代翻病人嘅情況，建議翻做 chemical restraint。如果醫生話要 physical restraint 嘅話，喺 intervention 嗰行就寫 R、S， 即係 physical restraint、chemical restraint， 咁就幫翻病人着 safety vest 或者 restraint。咁另外亦都填寫翻我哋平時 HA 嘅 physical restraint observation record。如果分數係1至4分，同事覺得有 risk 需要 restraint， 都可以同醫生講聲有 physical restraint 嘅需要。如果醫生話要 restraint， 咁就喺 intervention 嗰行寫 R，
然後幫病人着相應嘅 restraint。另外，亦都需要填寫翻 HA 嘅 physical restraint record。如果同事喺其他 clinical area，例如 RAT、cubicle 發現有 behavioural problem 嘅病人，都可以直接 assess patient，跟住填寫 BAS form，作出相應嘅 intervention。每2個鐘頭 review 一次病人嘅 BAS 嘅分數，再作出相應嘅 suggest intervention。最後，當個病人 discharge 或者 admit 嘅話，麻煩同事或者文員將呢份 BAS form 放喺 nurse station 入邊嘅回收箱入邊。後面我哋會再講下唔同嘅 case 嘅 example， 教大家點樣填寫 BAS form。喺 setting 方面 ，QE 嘅同事嚟講，我哋會將 BAS 嘅表格放喺分流站、cubicle 2格同埋4格嘅 mental tray。我哋亦都會放一啲 Q 卡分佈喺分流站、cubicle 2格同埋 mental tray。另外，我哋會喺 station 台上放置收集箱，收集大家完成咗嘅 form。至於人際嘅同事 ，BAS 嘅表格會放喺分流站同埋 cubicle 8格，而最後收集箱會放喺交更房文員櫃入邊。我哋建議每2小時再 review 病人嘅情況，再計 BAS 嘅分數。如果分數低咗，可以嘗試減少 restraint 嘅數目，例如鬆開一手一腳。但如果分數高咗嘅話，我哋除咗加翻 physical restraint， 亦都可以建議醫生使用 chemical restraint。當交更俾同事嘅時候，大家可以簡單透過病人嘅 BAS 嘅分數，從而去得知病人大概嘅情況係點樣。而家就講一講唔同例子係點樣應用。呢一個例子係一個50歲女士 bipolar 底，入到嚟嘅時候好冷靜同合作，聲稱呢個月心情好差，亦都有傷害自己嘅想法，但未有實際任何嘅自殺行為。咁同事注意到呢個 case 嘅時候，就可以喺分流站用埋 BAS。咁你會點樣俾分呢？答案係4分。呢個就係大約嘅填寫方法。除咗4分之外，會有一行簡單記錄我哋嘅 intervention。之後我哋會將 case 帶到去一個合適嘅位置，同同事交更。每2個鐘需要再 reassess 病人一次。去到11點嘅時候，發現病人開始 pacing，量血壓嘅時候喐嚟喐去，亦都喺對住埲牆鬧，喺言語上嘅指示，亦都唔能夠再令病人冷靜。咁你又會點樣俾分？病人呢個情況係由4分升到6分，即係話病人變得更加激動。BAS 喺6分嘅描述亦都寫明係 potentially danger。呢個時候我哋需要更加多嘅 intervention。包括建議使用 chemical restraint 同埋一啲 diversional 同埋 de-escalation 嘅方案。喺呢個例子入邊，醫生係決定咗用藥。呢個時候我哋可以簡單寫低用藥嘅 dose 同埋 route 等等。及後呢個病人入院，就麻煩各位將 assessment form 放喺相應嘅收集箱度。去到第2個例子，救護車送咗一個65歲醉酒嘅男士入嚟。聲稱飲咗10罐啤酒，有嘔過，冇人陪同。到醫院嘅時候，不停用粗言穢語鬧醫護人員，而且有對人揮拳嘅動作，威脅會傷害他人。GCS 大約係445。當然，我哋就即刻喺分流嘅時候用 BAS。咁各位又會俾幾多分呢？答案係7分，因為病人作出語言上嘅恐嚇，加上行為上嘅威脅，顯示到有好大嘅危險性，所以我哋要做嘅就係 physical restraint 同埋 suggest 醫生使用 chemical restraint。留意翻，我哋只係建議醫生咁樣做，實際都係留翻俾醫生決定會唔會俾藥。即使醫生拒絕咗，我哋都可以簡單寫低 S 作為建議嘅記錄。之後我哋就會將 case handover 俾相應嘅同事。同埋同平時使用 restraint 一樣，定時檢查病人嘅情況。時間由8點鐘去到凌晨2點，病人嘅活躍水平變得比平常人低，個樣好攰，要拍一拍膊頭先擘大眼。同時病人嘅情緒亦都變得比較冷靜，開始會跟醫護人員嘅指示做檢查。分數上我哋可以俾3分。
呢個時候就可以開始減少 restraint，例如我哋解一手一腳，咁我哋就可以喺 remark 度寫翻低。去到凌晨4點，病人嘅 GCS 回復翻15分，屋企人亦都嚟接走病人，我哋就好似平時咁記錄翻 off restraint case close 之後，麻煩同事將 BARS form 放喺相應嘅收集箱入邊。最後嚟到第3個例子，一位有唔少精神病病歷嘅病人嚟睇醫生，甚至曾經試過自殺同埋 DO 嘅行為，但係今次只係嚟睇肚痛同作嘔，經過分流亦都冇發現今次有任何嘅 behavioral problem， 咁所以呢一個 case 係唔需要使用 BARS。相信咁多位同事聽完啱啱嘅3個例子，都已經明白點樣做呢個 BARS。咁而家麻煩同事可以 scan 呢個 QR code，做一個簡單嘅 post video quiz。我哋會將呢一個版本嘅 Q 卡放喺分流站、cubicle 同埋 mental tray 俾大家作為參考。最後呢度係一啲 reference， 喺呢度都想講聲麻煩晒大家，同埋預先多謝大家嘅幫助，唔該晒。